平时谈话说笑，谈笑风生，都会谈到这个。你看现在那个主持人节目的秀里面访问这个歌星、影视歌星，都在讲黄色笑话，都在言语啊，表示自己很有机智啊，很有这个风流啊，很棒。大家都习以为常啊，不以为怪，这都是荼毒人心的媒介，这是口业啊，所谓佛法讲的绮语啊，对不对？妄语里面有分绮语啊，令人家想入非非啊。你说我们怎么办？电视能看吗？所以我常常劝人家，电视是魔鬼，最好不要看。若是看了它，超快容易派啊。大家都不相信啊。他演的这个讲经说法的节目不多啊，都是商业色彩啊。广告哈，就算讲经说法了，广告来一段清凉的，哇，又昏倒了。刚刚培养了亲近心，下